今年教師面臨管教爭議以及家長定情案件增加，台南市教育局規劃手冊分為定情事件處理、甲教師支持以及教師合理管教技巧兩大篇章，預計在新學年度配合進程完成，並依照教育現場需求，持續滾動的修正。依法行使他的專業管教的權威，這個非常重要。那專業管教權威，事實上呢，也能夠同時兼顧學生的受教的權利，還有呢程序的正義。另外，我們的手冊的定位呢，當然就是兩個面向，一個就是澄清事件的整個處理還有老師的支持；另外一個就是老師合理管教的一些技巧。那共同目標就是建立安全、友善、有秩序的校園情境。市長王偉特表示，市府推動的並不是體群教育，而是建立在咧兼顧學生權益甲教師專業知識制度，讓教師在咧合理管教下，嘛會當安心教學。市府也將成為第一線教師上堅強的後盾。台南市政府應該是在所有全國的縣市中間第一個反應，馬上由教育局跟教師團體、跟校長團體、跟家長團體共同努力來研商一個教學現場老師權益的全攻略。這個作業手冊也好，參考手冊也好，可以提供老師第一個什麼樣的這個管教是合理的。第二個，碰到一些家長或學生的投訴的時候，你第一個反應不是覺得無助，而是覺得說有哪些資源是可以尋求協助的，包括老師之間，包括校長之間，還有校長团體之間，以及教育局都可以提供協助。那萬一最後還是這個雖然這個所謂的霸凌或是這個不當管教不成立，但如果家長還不放手，還是繼續提出法律訴訟的話，那相關的司法的諮詢協助這個參考手冊裡面也會有，讓老師覺得不會自己單獨的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家長，或是說有一些人社會團體、公民團體無窮無盡的指責。那當然，這個本身有一些例外，牽涉到性平，牽涉到嚴重的霸凌，這些甚至有一些刑事案件的這個部分那當然是要這個會走司法途徑。但是除此之外，我們還是希望提供老師一個最大的支持，不管在精神上、在實質上，以及在心理上都會協助我們的老師。教育局統計，早至115年5月底，台南市疑似管教衝突案件總共85件。經過認定分流後，正歷後續會議調查只有7件，佔比已經由過去4成降到即馬無到1成。市府教育局表示，未來將會透過手冊建立教師支持系統，強化親師溝通甲合理管教指引，協助教師發揮教育專業以及學生的受教權，共同營造友善有秩序的校園環境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